继续来到高雄凤山一张菜市仔，有一担卤牛肉，互人翕到，家底塑胶袋仔的青牛肉，规袋直接放落滚水内底来煮。附近的摊商讲，确实有看过头家娘会甲结冻的牛肉掺这个塑胶袋仔做伙煮，讲因看过一届，就唔敢搁甲因买牛肉咯。卫生局讲，查证若事实，这就是违反着食安法，会甲因罚款。画面中，这个卤牛肉担业者伫煮牛肉，抑阁看一个真，这个牛肉是包塑胶袋啊，规包落去煮的。煮一阵仔了后，头家就将塑胶袋啊为鼎内面甲摕出来单掉。这个地点伫高雄凤山五福路这个传统市场，翕的人是隔壁的摊商。盐装箱，没有退冰，然后塑胶袋下去卤，然后卤了半小时再来捞塑胶袋。这个担头的头家解释讲，伊用的是耐高温的塑胶袋啊。解冻那时候刚才比较慢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它温度也没那么高。人家做生意不是都有是用塑胶袋在包热汤吗？不是都塑化剂了。附近排单的差不多拢有看过这款的状况。那边的有汤啊，会激动安尼啊，伊袂塑胶我摕袂起来嘛，伊就没有安尼啊。它的东西是解冻出来的嘛？怎么解冻出来的塑胶袋直接就下那个锅子？包塑胶袋仔伫煮，确实引起食安的顾虑，卫生局已经开始调查。将塑胶袋放入锅中，设塑化剂及外包装破损、接触脏污，恐造成食物之交叉污染。倘查证属实，裁罚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。卤牛肉担头家是为了要让牛肉赶紧退冰，连这个塑胶袋啊做伙煮，为了省时省事，不过嘛因安尼，互人翕到提去检举，唔有可能被开单，嘛会互消费者唔敢搁食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